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又到复习的时间咯。有人讲啊，人生底杯这个工作有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係冇簡單嘅。不過有的人可能一件、兩件，甚至於3件事情，佢都可以做到最好喺冇強嘅工作領域底杯先有成就。今本日嘅來賓啊，車富賢車大哥，佢就係安尼人咯。佢係科技新貴，甚至於講佢係婚紗嘅專家，甚至於更加呢，佢係中國嘅達人咯。佢係樣板做到嘅呢，更加我哋都會歡迎車大哥。好好來同大家分享伊這個人生故事咯，馬上來分享我哋車大哥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車富賢，香港阿賢，我係從屏東鹽埔過來一邊，同大家分享中庸相關嘅故事。歡迎我哋阿賢哥，等下我都稱呼你阿賢哥好唔好？好，冇問題。好親切啦，不過阿賢哥，我哋談紅了這個嘅口語啦，我哋講下吧。喺屏東嘅客人嘛，又喺其他地方嘅客人啊？我喺苗栗人，苗栗客家人。難怪我哋苗栗嘅鄉親，嗰種嘅談紅了失敗，我哋北埔嘅西煙嘅鄉，係咪啊？係啊，講西煙。做乜嘅？伊啲苗栗嘅客家人，如果轉啲我哋屏東來工作呢？係因為我偷到屏東嘅食嘅所以大概就是小講，我而家係嫁到屏東來。哎呦，等一下有個故事，我哋又可以好好嚟談分享嚇。唔過我更加想要嘅係講，頭先我有講到嘛，阿賢講有3枚冇強樣嘅成就，科技新貴，做婚紗嘅專家，更加有啲中國嘅。我哋先來了解前面用嘅好嘅啦。前面用辦自家可以啲科技新貴，又變做婚紗嘅專家呢？因為後生家下苗栗人咩，苗栗冇乜嘅工作機會，因此像講愛去村外打拼，家下都好新竹科學園區，家下新欠人，也都好愛發達嘅時間，就去嗰邊其他工作，就去到聯華電子，家下就落去做技術人員，做技術咧，就苗栗人就客家人就一打拼啦，就上網來做，佢就。本人有看到，人就漸咩，就入到工廠嘅來地方做工廠師。嗰部分人就應做就應升，升到主管家下，家下又跳到嘅外上去做實批，因為外國先應外向啦，所以我就跳到業務咁樣去。係啊，我都想講，明講即係阿賢講而家嘅國先應該個發牌等人嘅講法啦，嗰時候將會對。工廠師做內廠嘅轉到做外廠嘛，因為我認識的啦有工廠師嘅朋友，佢有嘅講法可能都個內向一些，做外廠來講可能唔係親適合，不過有啲人都冇強樣，佢喺轉到外廠之後，才發現到自家有一個個性，有一個冇強樣嘅一面，係咪啊？不過聽得講，人哋當地講有個科技新貴嘅時間。都更加嚟講，大家喺印象中有個科技新貴係幾好嘅啲工作啦，也有薪水也幾好，福利啦，嗰條環境也幾好。做乜嘅唔會對體育啲工作轉到天嘅工作？唔過體育啲工作做科技嘅，天嘅工作就去做婚紗嘅，兩個有清大嘅差別呢。做乜嘅會有一個轉化？實在科技到婚紗實在360度嘅轉變啦，咁係因為我到外商設計公司家下，大陸都愛發展，家下我就去大陸開疆闢土啦，所以我去到大陸，然後當好做生意人，然後應做，所以冇乜時間去尋對象啊，所以然後應做，家都緣分可能來嘅，我即係咩去到台灣，去做婚紗外銷嘅，加工廠到大陸。家下都做高科技家科技家做我同事有少幾多一陣，我只也係所以家下認識咧，過到大陸以後漸嘅大家也有聯絡啦。我到大陸就比上比下做比人幾樣，因為大陸十分大啊，所以個市場也動態，所以我比起北片、比起南片、比起西片，我太多時間到上海啦，我即係就到大陸個南片，上次我也就會同大陸有見面，見面這種差唔多年紀也到了，咩嘅好好嘅安排嘅人家婚姻啦，所以家都時間也到嘅，緣分也到嘅，就老人家結婚，結婚以後我咪講
然后过去业吼，实在做到以后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头体力我也可以生发到真好，因为我个也要买嘅，个茶也要买嘅，个就欠一只姑娘，叫个生意嚟天天，我正个木卡人就想讲，其他头个分散外社会公司，即一家木卡嘅家族企业嘛，就想讲，迄多一只细郎做来天数，也係講嘅木卡人加出去嘅木卡都需要當人才嘅，所以迄我就用個參想講，我就轉來木卡嘅家族事業來做，樣木卡也多一當人數，不過人就好想啊，嘅婚紗人又唔曉，不過因為係我哋去做婚紗外社會，唔係像人家提講台灣嘅婚紗攝影啊，所以翕相咧，我哋做一家到台灣有設計婚紗，個外銷到歐美、歐洲、美國，樣，所以我真係是頭家做業務，而家接要比上比下啦，所以我哋做熟識嘅以後結婚嘅愛選擇同國外生活。也係轉來木卡，所以我哋都選擇轉來木卡，所以就用轉變到婚紗，係咁樣嘅原因。你這個睇轉換嘅時間啦，有掙扎過冇？其實可能適應力一強，就像人同苗栗出去，客家人是睇做當大兵嘅啦，人做適應力一強嘅，因為人冇辦法同木卡嘅片前多前後嘅勢來發展咩，所以人就愛去外地去大兵，所以人去到外地，人去適應力較好啲嘅。所以我去到新竹適應力也好，我又轉變了過來，也冇花前頭嘅時間啦。反正你想講都停頓嘅家嘅嘛，我哋都嚟強樣嚟打拼做事，慢慢嘅強樣重新學一下都好嘅。對。不過我差唔多每年咧講，我哋婚紗我哋都台灣差唔多都係結婚嘅時間去翕相嘛，去做嘅婚紗。做外銷歐洲、美洲嗰片，今年咧嘅婚紗產業嘅生態同人哋台灣有冇嘅冇共用啊？係完全冇共用因為其實外國係天主教、基督教所以其實結婚間佢冇做聘人做過嘅，佢做自己買自己嘅一兩衫，所以也係婚紗也一年留一年嘅設計，也有冇共用，所以我哋到台灣有設計中心，有設計團隊，就設計佢賣到美國去，賣到歐洲去。就像我哋一般嘅商務共用啦，喺台灣可能婚紗係輕重要嘅一個場合，結婚咱們一生年做一擺，對今年來講冇共用，今年係靠像商務共用，今年有自家嘅設計啦，自家去買一輛，可以不用我哋錄卡也好嘅。錯。你做頭前嘅工作都更加都天嘅婚紗，你而家嘅工作嘅時間。過去一舊啊，睇做科技新貴做一舊，都做婚紗入邊要做一舊啊。做科技間做天子間咪差唔多十來年10多年。嘅婚紗間要太久，沒有10多年嘅時間。加上來差唔多有22年到30年咯。係啊。可以，你做其中一啲工作都做得好好啊，不過做乜嘅健康人。唔係請唔自家轉翻工作個，人家也強用來轉翻，轉到天上面貴到屏東一邊來耕田嚟咯。做咪會唔會有上到來耕田？春假家下兩3日天啲咩？我即係兩公婆用成發天天。不過迄波最有生意嚟咧啊！有生意嘅人就想講，兩公婆嘅家庭嘅中心要變到生意嘅城鄉嘅啊。家就想講，兩個因為我哋有工廠，婚紗嘅工廠就太弱。我哋要去東嘅像印度啊、菲律賓啊、印尼啊、泰國啦，我看有辦法同嗰邊設工廠冇，所以我接會去東南亞嗰邊行來行去看工廠嘅市場，我即係就會比美國、比歐洲去留業務、留人客，嗰邊看嘅設計款式啦，所以我兩個接一樣比來比去，就是他冇到台灣啦。我生意咧出世以後，從一咧到兩個，人就知道講，按樣比來比去係唔係講生意咧冇人照顧到，然後他花時間嚟喂，嗱生意咧批判，嗱批生意咧嘅加速也有想講，按樣嘅話
也可以请人，就请多人来接，然后事业以後，就有時間批些人咧。上班床哦，人生的上班床打邊吼，20-30年咧吼，係咪想講哦，後半段吼，咁樣嘅來成法哦，所以我哋都為到些人咧，然後比來比去嘅成法，較貼貼到嘅，哦就想講哦，嘅人下半場人生嘅下半場，我嚟做乜嘅？想講哦嚟做農業也好，哦耕田就唔好想講。我比來比去，耕田就幾笪田吼，就來做好來，哦，嗰時間哎呀，他自由，就想講哎用個想法，將我轉變到農業啦，耕田。哦，原來安尼，嗰時候都會講，前面嘅時間人生嘅上半場都同家係共用哦，共下來打拼工作嘅事情，唔過有些年之後都冇共用嘅哦，都想法講，我開始轉到家庭，我哋顧家庭咧，係咪安尼啊？係啊。哇，觀眾朋友，唔看前面用嘅工作吼，阿健哥做得過好，唔過後時年嘅耕田，做農業嘅事業都冇共用咧，佢係用慢做到嘅呢。休息一下，試一比賽，跟住馬上過來喲。阿賢哥佢前面用嘅工作啊，當做幾好幾有成就，唔過轉到轉來耕田嘅時節係咪也按順利呢？阿賢哥，轉到轉來耕田，唔過前面用嘅工作同樣嘅耕田有冇乜嘅關係啊？唔能開始多嘅時節啦，先問講，唔能愛來耕田，要按多嘅農產品，唔能做乜嘅想到愛來種一個用瓜嚟種瓜嘅。因為種瓜之前吼，也有研究過啦吼，然後本樣參詳講。嘅阿姐就講，我做乜嘅咯？又唔想聽佢，就想講，嘅有一隻很多高經濟做很多鄉下人啦，做香草嘅，跟當歸哦，一公克就差唔多嘅一道米幾咩來幾家啦，嗬。像一條安尼，啲不細細一些都清有價值的呢。好，不過鄉下人冇按佢種，因為佢要後背要加工。愛嘅發酵啦，吼，所以後尾想想誒，鄉下人冇一種人種，也唔係按普遍嘅東西啦，吼。過嚟就去研究講，愛做農業可能愛搭溫室，留嘅天空啦，吼，老天爺每留意做對啦，吼，而落雨可能可以做事，哦，就留嘅微型嘅。很多衛星地圖啦，吼，打開來看，假呢幾片一度人做顏色咯，我就試在查呢幾片看，看人種乜嘅，也等太啲嘢都種量用太重嘅啦，吼，一隻係小番茄，吼，另外一隻就係種洋香瓜，哦，人家嘅外鄉人吼，注意青島人啦，吼，上面青島人，人家會老人家講，哦，種。嘅小番茄啦，吼，嘅很樣嘅情形，嘅種瓜很樣嘅情形，還是老家講，唔看嘅洋香瓜吼，嘅蘿蔔係樣嘅吼，老哎呀做婚紗嘅新娘衫吼，嘅蕾絲吼韓槍哦硬淨，哦，所以我家就講，好，嘅樣講，嘅我係要了解講，嘅家私係樣嘅，嘅家私當好，所以我就想講好，嚟研究種洋香瓜，哎呀。哦，原來安尼拄好，有個用用法同個토마토小番茄佢也共用啦吼，從親自下嚟用一個苗式溫室嘅種植法，都講唔是看人哋天公野嘅面色，咁唔會受到影響啦。不過人開始到現在就種一個用用瓜，吼有特別溫室嘛，安尼前期嘅投資，人溫室起嘅一道通啊。3分天嘅天嚟啦，吼，就起嘅2分天嘅溫室。嘅溫室嘅話，要8通、4通啊樣，吼，可以分批來種，哦，所以就2分天8通嘅溫室。哇，安尼見看，開始投資都有溫室嘅，也冇一天講，人哋投資下去馬上嗰度可以輸順，安尼一段時間嘅經濟嘅來源基礎係咪對頭擺打拼存下來嘅嘛？吼，你睇人會唔會對一個有失敗有嘅反應啦，又係講擔心，會唔會啊？
实在冇有老人家會想講，你講公婆吼，頭擺事業做得啱好，嘅事業真好哦，吼，嘅做乜啊？嘅種田冇按改呢，好彩哦，人就替白種，人就成功了。哎呦，哇，阿慶講，你嘅運氣當好呢。實在人要做功課啦，吼，人就是講怎樣嘅種，怎麼種得好，即頭擺老人家講嘅啊。啊，唔可以讀書啦，你注意耕田啦。哦，佢唔曉得讀書，做耕田就真好。哦，種牛啦，吼，也唔沒有，也要耕田吼，那種農哦，冇讀書做唔得咯。所以，那我一種現在一種洋香瓜，哦，我就去讀農業大學，就是研學，所以研學嘅人就提供用嚟種，一種洋香瓜沒有專家，請教嘅農改廠嘅專家，人就提供怎樣嚟種，所以我本身盲搭學家吼，轉來屏東，我看見嘅有一隻當簡單，不當係透明嘅，就喺嗰邊，就用嘅奶啊卜咧，喺嗰邊先種，可能啊即係嘅嗰個睇橋嘅，向下來種，結果買到洋香瓜咯，唔知啊，屏東改成年種咩，唔知講買到洋香瓜，係真係。小記講，哦，也洋香瓜，高經濟嘅水果哦，人來種嘅效果應該以好。我本身盲搭破以前，所以頭嘅吃種啊咧，種到也可以哦。所以我吃種以後，我本身搭破，替白種，我嘅收成就真好。哦，其實我頭都講嚟講運氣吼，也係講人哋一般嘅印象啦吼，唔係種文史的，也係種文史的也有可能。如果講事前做嘅青島嘅準備，不過有時隻農業一種東西吼，一個三樣也千快講。如果種喺農杯吼受到天時嘅影響，佢可能一擺收成都冇，一擺風采都冇。啊，種喺文史的也有可能因為講偏重開啊，一時冇注意到，也有可能影響到其他嘅收成。啊，不過阿賢講這個千山萬千大餅，加上失敗嘅有運勢也有拄到啦吼，第一擺都成功誒。啊，不過我想到講洋香瓜，睇到我哋印象地杯嘅洋香瓜，喺腦杯有個苗嘅形誒，應該呢種我哋講嘅哈密瓜啦吼。啊，不過腦杯市場中含有青島種無共用嘅，今年也講，先種講梅朗，也係講甜瓜，一種係咩也同種嘅洋香瓜有差唔多嘅品種啊。因為洋香瓜同台灣吼，係一道品種嚟種，也有台灣自家研究嘅，自家有嘅先種先出來台灣可以種嘅，也台灣就太習慣講哈密瓜啦，哈密瓜台灣人講哈密瓜係套市場看到嘅瓜，就講哈密瓜，大家就知。咁個品種呢度啊，有講嘅皮冷嘅，嘅有苗嘅，嘅有較細粒條嘅，好多梅朗嘅，嘅梅朗最熱甜，它會有啦，就好多梅農瓜、梅朗，我洋香瓜該睇啲啊，有苗嘅，長嘅，有苗嘅，嘅洋香瓜又有本嘅都放嘅肉係軟嘅，也有本嘅肉係較硬脆，所以。人家講洋香瓜係統稱，就講全部就講到講洋香瓜。嘅哈密瓜係同洋香瓜都放嘅一隻品種。嘅條牌圖睇，中國睇了嗬。嘅新疆嘅一隻地方叫做哈密，嗰邊中檔到哈密瓜，其實中檔到瓜啦。嗰片產出嘅瓜做到哈密瓜，嘅係較硬較脆，鬼甜嘅。所以台灣也有一樣嘅品種，所以台灣有日本嘅品種，日本嘅洋香瓜，嘅蓋菇喲。真是，條擺唔低啊嘛，啊看一般人食得嘅梅朗哈密瓜嘅條都貴上，結果去到人家嘅一般嘅生鮮超市有冇條貼牌看到日本來嘅。他們一粒差唔多會幾百個人，甚至到1000元以上嘅啫。我就哇，有個地步係種，一是黃金，也是某個太都昂貴咯。好似面上底下講，其實人哋洋香瓜有幾多種唔同嘅品種，啊加上更加精緻化嘅耕種，佢變成一個農產品地步嘅精品嘅呢。係啊。啊你阿強講，人自家種嘅一個洋香瓜係哪種嘅品種啊？係一種也有青島種冇共用嘅。應該有種幾下種嗬，嗰幾下種係因為。因為時間的問題，就講春夏秋冬，
哦，个四只季节啦吼，个四开个种的品种，係因为温度的关系，哦，係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唔会种无共样的品种。热天做种热天的品种，寒天做种寒天的品种，哦，秋天也春天啊秋天也有春天秋天的品种哦。哦，所以365年全部都可以种。哦，按照现对品种、现对时间来种，那品种就可以的。按你平均来讲，一年可以输成一多摆，只要按你轮流来种的花。一般来讲的话，热天来种差不多36年就可以输一摆。寒天的时间我太久，我差不多40年，哦，才会输一摆。所以按平均讲起来的话，一年可以输成3摆。按你这个来学嘅，头都有讲嘛，去农业大学，还去请教人家来种一个用瓜。啊，种来讲，人家嘅经验来讲，系头替大家来问一下，种用瓜，按用办种，怎可以种到按好按太真好食？哦，实在种好来的话，吼，天奶当重要哦。天奶哦，嘿，因为温室度吼，就搭配咩，投资温室投资落去的，哦，所以你就冇办法像人家讲，种洋香瓜有2种种法啦，哈，一种就是土像云林、嘉义、台南嗰邊種一大片呢，像農場種一大片，同天嚟香咁樣排嘅，一條哦，佢可以嘅大差唔多2粒、3粒、4粒、5粒喎。不過温室度方種啊，直立式嘅栽培，哦，準備出咁樣向田蛋5送嘅，直立式嘅栽培，嗬，做一條這樣留1粒。所以佢一條1粒嗬，所以唔會留嘅品質顧得當好。哦，安尼唔會先打上先農邊啊，按大空間將本佢1粒。因為土温室度方種，用密植的方式來種，就它沒地位嗬，所以你種嘅瓜也唔會樹蘿蔔，因為蘿蔔按用平平種嘅話，叫做平面式嘅發展咩，做直立式嘅發展嘅話嗬，所以種嘅產量也唔會樹蘿蔔，按照露天栽培。係啊。安尼阿兄講，第一擺種啊，其實輸成也幾好啦，吼啊後市面因為這個後市其實都很個問題。那想請教一下講，這個種一個用瓜都更加啦，真是冇遇到過本個挫折也係頭那幾大粒嘅事情嘛？有哦，第一擺種就當好咩？係啊，哦，改好輸成也好，瓜當甜。嘅基本朋友、親戚朋友說吼，佢買嘅第一擺其實知道講，哦，我啷捧場吼。看面子買呀，喲，冇共樣種出來按好食咯，哦，所以佢天一擺都要買。咁我係種天一擺落去嗬，因為人哋天奶嗬，唔準加唔點樣保養啊，嗬，個天奶出現一種問題啊，那線蟲嘅問題，哦，所以做天一擺，喲，奇怪，我屬神家嗬，用油條嘅個幾條會走體會死體咯，哦，係我人哋講，我見挖起來嗬。有很多根瘤線蟲嘅問題啦，做哪一改良廠野毛，哦，按照提講哦，因種強雜強雜作物，吼，農作物啊，吼，會有按樣嘅影響，所以就講按樣嘅去留野線蟲嘅問題，吼，改善，哦，按做用像苦楝破啊，哦，按樣留嘅放線菌啊，哦，去保養按啲體內，哦，所以按就可以留。一種問題解決，哦，要可以留嘅應種，哦，種一樣嘅瓜，就減少連作嘅問題啦。哦，我想講，有種安順應該冇乜嘅問題，冇想到還有一件哦，解決一個天奶，哦，同一個品種害嘅問題，就像一個嘛，哇，觀眾朋友，哦，原來阿成哥嘅個成功唔係冇原因嘅喲，佢這個喺3萬吼加上佢嘅。客人咧大表性格，將本期有暗號嘅屬性。啊，唔過後市面還有更多精彩故事哦，我哋試一比茶，馬上繼續同大家來分享。
阿贤哥为到这个家庭吼，前面的工作进展进完之后，转换到更加的工田。前面也提下讲，阿贤哥其中的用香瓜一定的好，不过用香瓜按好按样板来选呢？阿贤哥，既然对一个瓜的按要解啦吼，我继续来请教你讲，因为一个瓜的按样板选到好势嘞。是睇沿途市场上看到的吼，个瓜啊用香瓜，是睇代表就是讲，佢。我先按样用香瓜来说咧吼，是在露天栽培吼，同萝卜种的啊，同天然香种的吼，佢我先吼无限改良。系哦，系因为样讲，因为夹到一头种的三四粒，头方种的吼俗的，后尾种的后尾大的蛮俗，物件全部一下做来扎起来啊。同一批同时间，嘿，所以扎起来有的好食，有的蛮好食。cái anh thổ vốn是種出來，因為anh一條將大一粒天天，而是落幾粒菇都好，所以幾粒anh差唔多會8、9分熟㗎嚇，將我落去摘下來，基本anh咧消費者，吼，而家就買到以後，食咧anh會搞營養嘅食，吼，其實食到哦，種嘅老農業市場買冇同樣，第一anh就可以看一個低頭嘅片，吼。因為人係苗嘅瓜，佢地頭係沒有苗嘅上去，哦，因為熟嘅家哈，佢地頭嘅片會苗嘅會牽上去，哦，佢第一點，佢第二點就講，佢人哋田嘅嗬，佢用香瓜佢田嘅當方為一種英文嘅是體樣嘅嗬，佢體嗬，它強調冇按走，哦，佢就是話它齊啦，因為向走嘅話嗬，會人家講四體嘅瓜。哦，就是講摘哦，迄時迄個當摘起來，沒摘紅來，時間過太久了，一路走迄個。沒有安個關係，按過水果攤吼，買水果佢唔會講不用按叫啦。哦，因為次家下叫過來買太幾，係不用咁叫，會有風險啊，會有風險。哦，係啊，係有按呢個方式。啊，不過人哋按嚟先，吼，可以按嚟先咧，也有一個好多一個方式。冇以前啊，人哋去市場上我買到幾條瓜吼，真是親像人家在抽樂透咁樣嘅嘛。看下個圓將咁樣嘅，哦，冇乜個得到嘅痕跡喺度見到。結果先歸真是就像阿健講嘅，切開來生命是高嘅，唔會甜。係啊，係啊。嗰時候，我不可以看下個地條部分嚟選，啊，也可以看一下講佢係咩苗式。對，種嘅吼，係咩單顆種植嘅？啊，不過唔能真是種一個瓜嘅時節，喺啲對慢生嘅時節，如果本佢嘅用嘅時節，佢瓜吼就摘起來，佢本佢留一粒，又係講過太一些咧，將本佢留一粒。哦，因為佢都差唔多誒，有瓜嘅下吼，細細粒嘅像雞肉那樣嘅下吼，按做啊，我一條留4粒，哦，前面差唔多10節以下吼，我來去摘起佢。哦，就是每邊打瓜啦，吼，佢按照留目標嘅嘅細節，按做嚟去留瓜，佢留佢按照行咧留田嘅天天咯，慢打瓜嘅哦，我欣賞都當過而家嚇，按做有啦當過嘅留瓜嘅田咧嚟摘起佢，哦，按做留嘅細節，啊細節佢會藝術棚嘅咩，佢愛按照我教法㗎嚇，哦，按做會。留細節比棚嘅搞法搞出嚟以後，個細節就會大，個大以後，然後細節差唔多從幾輪按太家下，然後推線，那個它漿，哦，那個它熱，然後留幾隻下來，給其他又來摘太幾，所以印度後尾，伊做印來印去，佢全部養分就都給一批嘅。唔係講一開始都本佢留一粒，喺行有先差唔多目標範圍內一度了，安尼然後最尾再來選一個最強嘅安尼。哦，原來啊，真是有顧慮有個品質的，挺用心的。安尼，阿陽講能種瓜嘅都更加差唔多1個月嘅時間啦。差唔多4年了。哦，我4年啦，哦，我也一段時間咧。種瓜嘅之後啊，自家對耕田來講吼，啊，如果家也同樣，能自家感受到對家庭啊，吼有乜個影響冇？也係講有像以前能想象嘅安尼目標有達成了嗎？有哦。一下因為種瓜以後吼，種係兩公婆咩，兩公婆種天天，上市嘅生意了日個下做落來田吼，人講生意田方天數哦，實在唔係講親有上我來田方天數啦，過來田方做教叫嘅啊，教咩嘅啊，做嘅做地方教啊，其上市要天數啦，很驚。
讲啊天数嘛，啊要上手天数，啊毋过毋免真度细本嘢做啦，因为平常时我两公婆是做太嚟啊，所以讲2年来，都先给地方来撩的话哈，就先讲农场就可以撩，就里面他强上的话，无按多细好，就头边撩的那样，所以家庭生活的话哈，我知道两公婆平常做乡下。当然就讲，哎呀，歌仔讲喎，嗰啲歌仔講喎，我做乜嘅本事，生意一樣嘅，就為到家庭嘅生活同佢嘅中心啦，嗬，所以知道講，用家庭圓滿嘅真快樂。唔單止顧到歌嘅品質，還顧到家庭生活嘅品質咧。係啊。哇，幾好呢！啊，你就講到講新年咧，可以去天數，其實去演嘅地位高啦，嗬。係啊。日本係上到講以前萬聖人咧，也係喺演嘅地位睇，不過人哋真係冇種阿人講嘅新年嚟講按幸福嘅，人哋講本人拖下演嘅地位工作，其實也幾辛苦啦。不過更加非常好嚟講，真是萬聖時節嗬，有睇演嘅地位按嚟高了嘅經驗，係同喺都市都會睇嘅新年咧，係真是無馬共樣嘅，係本件有無共樣嘅回憶啦。啊，不過連以前按嚟算舊版嘅工作，嗬都真係過來按唔注意。過來也就係屬於按你舊版嘅成分，啊，更加係講用啥吼，共用睇工作啊，共下來達標嘛，啊，連這個規年的吼，睇演嘅地位工作，睇有個行程係乜嘅啊？實際係做他做得好啊，嗬，因為我兩個有分工啦，嗬，啊，即係做他早陣可能準備問新年實習，實體嚟後送新年去讀書，跟住做他做得去。嘅文色都方嘅一名嘅名做得會好，因為文色都方比老闆工田太熱咯，所以差唔多10點11點嘅後就出來歇困，就冇辦法同都方帶通久，所以誒咪講可以撩嘅時間咪太自由啦，差唔多11點就兩公婆生物嘅自家煮嘅同快樂，下晝頭。嘅做休息一下，日頭冇安嘢㗎嚇，陣落去本身做嘅，差唔多日頭落山了以後，就轉去準備做嘅煮晚餐煮嘢哎呀，新年要接咗來，就家庭就真圓滿啦。咁阿兄講，因為我請到嘅農業嘅朋友，也係講其他農業嘅探人啦，其實真是老一批嘅啦，也係講後生人，其實都有一個堅持。因為講這個總係19嘅時候，其實有這個目標。有人講我追求係有機嘅摩托嘅，甚至於講友善環境嘅，各有各的目標啦。啊，你這個種到更加，你這個對你這個愛國愛嚟講，你有乜嘅堅持，有乜精神嘅地位嘛？有哦，因為種文色嘅嗬。就講做農業嚟講嘅話，我就傾向種到做摩托啦，跟我就一下就同香港我做引起從油山轉到有機，上升都用無毒嘅資材，像很葵五露啊、苦楝油啊，來防治，我就用很多波爾多液、石灰硫磺，還有有機資材來防治嘅病蟲害。所以我哋咩印將來也做好印象嘅目標啦，就做友善有機嘅方式來經營，種人嘅乖。係啊。中央也係講友善土地，因為比較講，這個係喺陸下一年喺度睇呀，係種嘅假使講用青島嘅化學嘅東西啦，冇友善環境，蘇海嘅天咧也係這個家人生命嘅中央嘛，係啊。啊！講牛上嗰個，條到前面人哋有講過，日本今年種藥嘅用向外國厲害，種嘅輕貴可以買過來。啊，牛上嗰個人哋這個也可以種比日本嘅夠厲害，啊，種邊人哋台灣嘅精品買過去嘛。是太有喎，因為因中國就頭因研究講，做乜日本可以買到咁貴咯？因為佢入口啦，入口佢做買得咁貴，因為佢要到種到像精品一樣嘅頭百貨公司啦，他過去俾。超市同賣啦，咩研究講過，嘅日本當年咯，佢做時間多，佢做亦都很多用華拍賣嘅拍賣佢都嘅精鋼嘅片啊，我嘅賣嘅拍賣出來嘅價值都80兩萬台幣呢。哇！啱過嘅就講打知名土地啦，打一張名聲，到台灣實際種出來嘅瓜，當然人食出來就講。
比日本还好食，只係台灣種出來品質我較好，因為人哋溫度又較好的話，比日本較寒咩，味道太高，所以台灣種出來品質，樣樣花品質比日本好聽到嘅。因為溫室做8通做2分之一8通天呢，種出來產量係係有限啦，所以人家咩有人啊講，外銷嘛，日本啊，新加坡啊，香港啊，嗰批人講。人哋產量台灣自家是做唔拉絲咧，或者唔是個外銷啦，所以我哋頭想講，按好種出來按好品質咧，只係如果台灣食最好嘅，唔真外銷都攞唔來。唔錯，如果唔是其實也冇一聽講外銷啊，品質固比好些咧，人哋台灣人食得到，真可以，真正確嘅也係最重要嘅嘛，唔是講我邊嘅品質都一定要外銷，其實。人哋自家顧好嚟都好嘅，也係繼續堅持自家中國嘅理想，顧品質、顧自家嘅家庭，也係最希望嘅事情。哇！觀眾朋友，今日你聽嘅阿賢哥嘅故事，大家係唔係真羨慕阿賢哥嘅身份呢？其實大家也可以哦，唔單止啊，自家嘅工作有所堅持，假使講唔睇種農產品，也係做乜嘅事情也好，顧到自家嘅品質，有所堅持，也係最重要嘅。今日你呢再一次感謝阿賢哥，帶來咁精彩嘅故事哦，感謝啊！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。我講你有限來去試過不過在之前查到一下係咪有個傳人呢？更加聽眾先生來認同一下咯。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。